冇水？點解會咁㗎？啊！邊個話水龍頭一定要有水㗎？冇水學咩人叫水龍頭啊？咁你知唔知水龍頭啲水喺邊度嚟啊？水喉咯。水喉？你竟然答呢個咩答案？你知唔知水龍頭入邊啲水一點一滴都得嚟不易㗎？要扭開水龍頭就有水供應呢，背後其實係有一套完整嘅供水系統去支持。大家都知道啦，香港目前嘅供水主要係靠輸入東江水同埋本地收集嘅雨水嘅，但係要維持可靠嘅食水供應，仲要有一系列嘅基建去支持。而呢啲基建包括引水道、隧道、水塘、濾水廠、抽水站、配水庫同埋水管等等。呢啲基建設施都係供水系統嘅主要命脈，而好多時呢啲設施嘅建造工程都十分具挑戰性㗎。水務署因應本地用水需求嘅增加同埋氣候變化嘅影響，推行咗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一方面鼓勵節約用水，而另一方面又積極開拓新嘅水源。我哋而家身處嘅就係水務署近年其中一項最大型嘅策略性基建工程項目——將軍澳海水化淡廠啦。而呢項工程除咗係香港首次應用逆滲透海水淨化技術，將海水轉為食水嘅水務設施之外，亦都用咗好多創新嘅工程技術去建設㗎。將軍澳海水化淡廠位處於將軍澳第137區，佔地約5.6公頃，即係大約有成8個足球場咁大。喺2023年建成之後，可以應付全港5%人口嘅食水需求。淨化後嘅食水將會經過9.5公里長嘅食水管道，輸送到現有嘅將軍澳食水配水庫。第時大家一扭開水龍頭，流出嚟嘅水可能有一部分就係嚟自將軍澳海水化淡廠㗎啦。我哋身處嘅就係興建中嘅將軍澳海水化淡廠，你明唔明啊？我明啊，水龍頭嘅水係經過好多安排同處理先去到我哋面前㗎嘛。我而家知啦，快啲俾水我啦，好熱啊！而家試下。哇！唔好意思，頭先係我貪玩刪咗水掣。至於咩係海水化淡技術，下集話你知。得㗎啦，得㗎啦。